风吹面红。还有个时间买给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从来冇盲生买过偏演专辑，第一张。但歌演诗，歌词有8句歌词，还有一则诗，就是山谷天梦恰奇怪，赞！哇，长头诗你不会读。老年大擂台，老年中下来。今天特别开发哈，安尼主题是向呕吐的对象来致敬。鸟兄，今天按油枪都要得来宾啊，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这从小到大一直追求的一个偶像到底是谁哈？我们今天来宾有没有抽到？来宾来分享，太自家来分享哈，你们好，这个都在我们节目当中表现非常精彩的故事哈。当然今天唔係比賽，沒有油槍到線上，我哋分享，講下嚟分享，其實今日談到喺度歌詞創作嘅感覺啊，也有感言，佢要分享佢自家嘅偶像嘅做的啦。好來，我們這個介紹第一位就是我們大家的偶像啦，葉家修先生，齊思斌先生，齊澤斌先生。哇，这个迫不及待哈！油腔的那这个好朋友了 ，TV 係主評員帶來南哈列茶。看看啦。从天到故乡家乡，三更半夜睡茫茫，上门已孤独好梦。当你讲走新风，一笔茶添小暖。花光一般木折跌落两山河，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車帶愛轉去看心愛的你，思看披上雪連講不出的心情。雖然行夢變多，出人頭天，眼淚歸就真當時。南下列車飛在風中，像一粒流星，飛過都市，飛過殘花，飛過畫根你，等待你甲客唱出心情，要回來你身邊。當你講就幸福。一杯茶添小暖，花光一般木折跌落兩山峰，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車帶愛轉去看心愛的你，思看披上雪連講不出的心情。雖然
笑真懂事。南下列车飞在风中，像一粒流星。飞过都市，飞过残花，飞过月光暝，用台语甲客语唱出心情，飞转来你身边，用温柔的恋歌唱出心情，飞转来你身边。陪伴在你身边。哎呦！平均，嗨，罗哥好，陈大姐好。东久莫见的哈，哎，东久莫见呢。这个也是爱偶像成痴的，真的，已经吃到一堂就敌给他偶像的玛莎。这一张，去给他介绍一下哪一种？2007年，太后个时间买给第一张专辑，第一种专辑，从来冇忙是买过片演专辑，第一种专辑就买假的。第一种哇！跟文佑听说情感通啊，10几年前的，10多年前啊，不用强调，不用强调。哦，他已经就是把这个偶像让他生活化，就已经在他生活当中都是他这样子。堂姐的狗尾啊，也讲看几个天使啊，你用诶让他进入你的生活，你好像因为太后个时间有地盘给狗冲比赛，然后我就听到一首他的国语歌，叫做《爱情漫游》。爱情漫游，两种专辑的嘛，两种专辑的第一首歌曲，我堂到就是个东后堂，我去卡有练习，也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好，那我就去比赛，那也让我进入决赛这样子。哦，对，你的幸运歌曲，对，我的幸运歌曲。那决赛得到什么名字？后来得到 T7秒，T7秒，电军，没不差，电军，对，不错啊，哎呀，对啊，很厉害。那你有后来在这个圈子里面有没有正式碰到这个偶像？没有，他忙是读过课台，有上是咩轮的节目呢？冇读到，系哦，真的。看吧 UTV， 好啊，系啊，你要带2种类，好打手，看到应该会泪流满面吧？对啊，而且充电黑给，然后头摆上的某毛某空用哎，青色的驻颜非常有数哎，哎呦。是哦，以前比较像屁孩的感觉，现在像老屁，好吗？乱讲。对啊，他真的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创作歌手，新生代的老歌手不是新生代的歌手，真的董立辉啊，很厉害。哎呀，对你这个偶像很棒，董立凡，对，我们怀念他哦，我们敬仰他，他还在，他才刚得金曲奖，张邓炯好吗？拜托他，是，那跟冲突的嘛哈，所以像那个叶老师的，跟唐毅跟安尼创作给偶像的歌诶，你常都有嘛想要分享哦？我感觉讲唱的是不错了哈，是不错，跟技师讲。因为我感觉讲，平均根本会觉得是不是因为唱偶像有的压力中国噶就是觉得一开始就有点太收敛了某个想要表达的情感，某种罗云玉这个表演国家，他是很自然，他是一开始中国就可以是他先开宗明义，所以他的唱歌有起承转合了。那根本你的起就起的有点太。气氛太低了，太低沉了，想要修饰一下，但是没有做得很漂亮，反而是等到第2遍节奏完了以后的等一那个地方，等一讲噶，整个才豁然开朗，这样有唐豆讲文玉的那种感觉了，还是刚刚讲有得大宋了。不过这种你要唱为偶像的歌，没做不得讲你唱的好啊唔好，因为你要是你去搞感觉，对，你想要表现。你所认识他的特色，然后干嘛讲？在节目当中这样子是很好的，不然他搞给观众可以听一下，说罗文玉他的歌买来听是这样子，别人来唱的时候，尤其他的偶像，他的
崇拜他的人哈，他的粉丝，周德君爱用跟冯志乐冲。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的翻唱的版本嘛，哈。所以俺们不是没讲给冲的模糊，而是说让大家来感觉，这样的唱法来解释文玉的歌，按后堂猛，这个就留给大家来做公平，好不好？好，是，谢谢老师。另外一种风味了，对，每一个人这个，只要每个厨师有没有给他炒，这一道菜，每个厨师炒出来的味道一定是会有一点差别。歌曲没空用啊，对吗？没空用，大嫂感情嘛，但至少今天有唱到偶像的歌，有唱到。那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真的在正面碰到偶像，很有机会了，没问题。制作人，谢谢，先谢谢制作人，你要跪下来，好好的。对，你等下去抱制作人的大腿一下。好，谢谢你，谢谢，非常好，好了，沙下来呢？沙下来，梁先生，叫演从导演以后，那个偶像，给吃家的给偶像头前冲给狗的呢？是哈，那个偶像还在吗？偶像还健在，依然貌美。看淡繁忙的相片，你让爱蓝定呀个向前，呀个灿烂的笑颜，丝丝阴内，每个眼帘，合唱的垃圾哦，不用出来给歌。想起你对爱的爱恋，对爱的照顾，充满埋怨，讲呀很累，天是个阴霾，多年以后，你没在爱的身边。全都在梦里浪上演，爱恋空的呀给笑颜，呀给hình样，洒离爱情缘。多年以后，你没在爱的身边，全都不用心里。改变，爱恋空的呀给笑颜，呀给hình样，已经不再出现。多年以后，你没在爱的身边，全都在梦里。相别，爱恋空的呀给笑颜，呀给hình样，洒离爱情缘。多年以后，你没在爱的身边，全都不用心里。爱恋空的呀给笑颜，呀给hình样，已经不再出现。爱冇多求呀给爱恋，是希望有意义。走在这来爱的身边。
好，今天觉得贤贤，你们用走的暗，好正式的感觉。人家女大18变，对啊，对吗？除了因为两个念不出来了，真紧哦，因为他紧张哈，紧张哦，还是要跟长辈致敬，是，所以要穿。我今天整个搭配都是哦，你这个整个感觉好像要去参加追思会的感觉，做暗对啊，穿暗服对不对？哦，不是想说就是稳重一点，成熟一点，这样。给每人你搭 PA 啊，一组的啦，嘿嘛嘿。今天偶像都丑多年可以钱，哎呀，对，正前方嘞。觉得这个偶像是改变我最多的。哦，对，是怎样改变你？他把你生出来，没有，没有，慢慢的在这里爆这个料。就是因为我这几年就是都在花莲参加那个花东多元音乐扶植计划，哦，对，然后去了一次之后，公真赢了，就是花莲的土地真的会黏人，对，然后就是暑假这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把它空下来，然后也会跟爸爸妈妈讲，说暑假我不在家，对，我要去花莲，暑假去做别人的女儿，哦，哎，差不多2意思。当年的暑假。对，已经差不多2年，快2年，对。就这1-2年的暑假，你就全部就待在花莲，对，差不多。哇，那花莲已经算你的第二个故乡了，差不多。真的？对。你会不会就是想在那边就是成家立业这样子？还是不会啦，我爸可能会哭。哦，太远了哈。我爸可能会。因为这样讲了，他以后可能嫁到国外。哦，不要。就是因为徐世慧老师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很好的计划，因为他总共是6年计划，然后今年是第6年。哇，6年了呀！哇哦，正给那 post 一下，6年计划，这是一个养成计划，真的不简单。难怪他现在整个在舞台上的表现，真的好，就是很稳重，就是已经慢慢有那种接近那种那种明星的感觉，还没有到巨星啊，明星的感觉，没有巨星都是从明星开始。对啊。那今天偶像就坐在你前面，对，听他来分享，英国情感不通哦，分享一下，確實啦，就係2年，因為先來到花蓮來讓我聽書，對我來講，咩係一種很好的經驗，算是一個很好的。對我來講，他的成長也是我的成長。其實先真的長大了哈，跟上次各種這樣的比賽哈，都壓他，其實真的大了。然後當然啦，他現在還是很年輕，所以要出國外因為差不多40歲時間下來，所以有一點年紀了。沒張你是朗誰的嗎？對，我折了，對折了。60歲，我對折。好 ，OK 啊，所以我知道他其實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好。所以講，基上是我客方面冇安好，所以英國一講2係一件事情，就有上是英國2呀2。啱過呢，我知道，萱萱我給一個建議哈，我覺得我們還是統一唱就好了。原因是因為2到4雖然講係標準的，啱過對我沒有另來講，我還是習慣用到音。然後來帶着整首歌的氣氛，因為它的旋律音比較多，然後在你的部分的放少一點會更好，線條會更棒。那後面的層次的部分可以再壯一點，因為你做得到。好 ，OK， 好，就是升 key 的地方。好，安之 C， 安之 C， 钦佩你，年紀輕輕，你就懂得就說要怎麼樣去學習了。這樣是年輕的時候就是可以多被人家對，就有想法啦。有一些像你這種年紀還是他媽寶嘞，對啊。對啊，像我就好後悔哦，還很茫然呢，就冇好好讀書。但我在某一方面也算是媽寶跟爸寶。那你真的，但是唱歌方面可以自己來。這個全客家人都知道。全客家人都知道你家開民宿。好，安之 C， 謝謝，加油，宋先生。哇，教育這條路真的很長，這很長了，但萬事起頭難。我想有做，一定就是會被人家看見。不過做得好就做得流通的啦。對，好的事情大家就會願意一起結合，力量更大。對，好，來，接下來下一位哈。殺了迄戲變聲帶了，不得了，條歌，我要叫咧，天公。你為什麼會喜歡吉娜？我第一次聽到吉娜冠詞的歌就是這一首《天空》，聲音好像很像阿令的那種感覺。謝謝你。其實他也是阿令，他是客家阿令，客家的令呢就是輪子的音。所以
也分一天不知，心的年纪，又像空气，骨素就爱用航班，航班上海，航过那条路，从海背过两个梦，讲过给放做的记得梦，那条路给尽头，有马萨地。坚强形容全部的爱，错也不错，无法度讲出嘴。期待留恋所有的记忆，就伫风度本记吹çal，有着悲伤，有着痛，有着无知，本记流漫，痛不以后，总爱过天路。本爱起起来的力量。时间不会摇摇摆摆，本来不该都起起来了，偏难放爱上来去，告白的故事就存在一个梦中的走吧，就不难很多，只有泪如雨。从航过那条路，从海背过那个梦，讲过给放做的记得梦，还不还没行动，只有给。谢谢。哇，黄奕翔，谢谢。平生开山凤出来，娘娘说黑马啥？你干嘛害羞？你为什么害羞？看到偶像会害羞嘞。会啊，你知道。很害怕在上面，我像在下面听。虽然说我觉得我好像厚脸皮了，已经唱了。但是你之前的比赛时间你就已经见过偶像了啊？对啊，见过以后你应该，而且我还唱很多次了。你还冲进头把俺狗呀？对啊，要了就专一时期卡。哦，专一时期。拍谁啊？拍谁啊？但是里面还真的有那种看到偶像那种害羞感，真的。哎，而且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小康老师在抱怨说这个转调转好多次。他还抱怨是不是？好，我等一下好好跟他聊聊。因为就是这首歌不好表现，真的，然后也不好唱，而且他难弹的在后面，好不好？难弹，头前太简单嘞。真的吗？要洗衣服啊。那就后面的难弹的来给你来，来，自己的自己 Q 的啊，对不对？哦，冲简单的就好嘞。来，小康，不要太为难他们。原作者在这边也要听一下，来。这是我的 key 吗？嘿哦。从海航过了条路，从海背过了个梦，讲过给放做的记得梦，那条路的情条，有马萨地的爱，有好。坚强的我全部的爱，错也唔错，无法度讲出嘴。记得留恋所有的记忆，就伫风度本记吹çal，有着悲伤，有着痛，有着无知，本记留白，团不以后，总爱觉得。
全体起立，来，我们一起拜一下来。家属打理。太感动，太感动了！我竟然在这么近的距离听到，还带人追人呢，冲你！真的，我觉得还要戴着口罩唱好累。我觉得你现在你真的你要顾好形象。真的哦，怎么了？你不要跟我学，因为我已经没有形象了，我可以撒尿别乱搞。我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女神吗？就是女神的形象，还是女神经？哦，你不要看到人，这样听那个歌，真的你会爱上的。不要看到人，我人是怎么了？那妹长得我也是大马界的美女，是，欧美身材，欧美身材，对啊，好恐怖！那第一句一出来就吓死人了，真的佩服了。这个老天爷给的饭，那个天生那个音色，这太美了，而且你的歌range又宽，这个很难有人可以驾驭，难怪都没人要唱。但冰胜给你从头懂后啊，冰胜给你从头情后，也有一起嘎给你头。你为什么会喜欢吉娜？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吉娜冠子的歌就是这一首《天光》，我就会两条歌，就这首。怎么会选这么长的歌？不是选，就是那时候听，就是可能我从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嘛，点，然后第一首就是点到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片尾曲天光一空他一路演，对，他腿给一出跳给，一听就觉得说这个声音好像很像阿令的那种感觉。谢谢你。是吗？就觉得阿令，但大家都叫我客家张惠妹。阿令唱歌还不见得会赢他。真的。对，那时候一听就迷上了，就是这一首歌。甚至我之前去苗栗看你们表演的时候，对，你不得了了，给很穷狗熊哇，你美丽堂那真的是偶像，真的是。我那时候一听到你有唱这首歌，马上手机拿起来录。真的，对啊，我一破音就被你录起来，可恶。没有，来谈一下那哲伟老师。个人喺看到偶像嘅感覺吼，本身我之後吼演出嚟用形，所以比賽時節特別緊張，唔記得自己用辦。會唱歌誒，會表現。本身係記得唔演咩客家人係冇？對。所以你現在聽得懂客家話嗎？一點點。其實他也是阿令呢，他是客家阿令，客家的令呢就是輪子的音，所以他隨時會碾壓任何一個語言的歌手，是不是？是不是？你出來就是矮客家令，而且他還是那一種，他頭拉骨大輪子那種，有沒有？是有多大？這不是我。唔講我都在講，我知道本身可能。啲入去比賽以後，我要注意到佢啲老闆沒有去同到地方比賽，他有在駐唱，我知道可能因為安的關係，他現在唱歌比以前穩很多。我知道係呢，佢還有去參加青島比賽，有啊，然後還心情不一樣啊，比賽的時候那時候就是你知道在下面坐的時候就覺得好冷。好冷，那一唱完就現在更好熱，唱完就變熱了。被老師講評完更冷，而且我知道，因為唔見咩客家人，佢禮拜週多咗嚟唱歌，給他咬絲也好，給他發音也好，比以前哈標準咚，你冇人講，我知道佢就係客家人。我覺得我攏講哦。假使講我唔知呢首歌曲係吉娜唱的話，我知道呢首歌係人的歌的呢。我覺得他唱得非常好因為剛剛給他真假音嘅轉換的時間，我知道佢捉到佢自己本身的音色還有技巧，我覺得他進化了，我覺得很開心，他回來唱歌給我們聽。因為同他講，你老嘢真經有動到客家的歌數，也係唔係客家的歌數，反映大家真經開始比賽以後，繼續進來比賽，本大家談到人家歌上，看到人家。謝謝你老冰生。哇好棒！謝謝偶像。謝謝你才是。對啊。好，加油！好不好？好，我有機會再唱你的歌。也謝謝你，不是客家人啊，一直發揚客家歌曲文化。好，安志 C， 喜歡這個舞台，謝謝，飛哥車子，安志 C。哇，殺好了，這一位也不是客家人，唔過嘅搞創嘅學生喺青島，每次都要 Q 一下發聲帶來送片。好嘞。
酒窝，北风路人又闯，一杯酒酒送你送我，母子弟弟路。就不知爱哪年哦，望三军人娘操，一杯酒酒送你送我，人生别离多，一路是酸甜一枪枪雨。迎风风林安路，林下路，抓杯酒哦，行前莫回头。酒窝，北风路人又闯，一杯酒酒送你送我，母子弟弟路，相见就不知爱哪年哦，望三军。一杯酒酒送你送我，人生别离多，一路是酸甜一枪枪雨，迎风风林安路，林下路抓杯酒哦。行前莫回头，我饮下路抓杯酒哦，行前莫回头。哇，大家好，今天好，大家好，一个让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个这个歌手，咩戲邊先生？用開始用接觸客家歌曲。我帶英國參加喺客家嘅協會，基本都有客家嘅版歌唱版，對，咩經驗就出來。對，所以其實我那時候也是從那時候才開始。學後新我們的客家歌曲。那怎麼樣會去接觸到謝宇威老師的歌位？謝宇威老師因為當初要比賽的時候啊，就聽了很多他的歌曲，然後就從頭他那時候發的專輯，就是從頭到尾就是都聽一遍，然後都收集在自己的身邊這樣子。哇，真嘅！對，好像聽說他的專輯你每一張都全部都有買， 10種嘞吧，10種啊，11種嘞。嘛8種啊，8種呀，已經年代好像發行1種。哦，真的哦，內線消息。好，沒問題。沒有，他臉書 FB 有 po。哇，這是宇威老師說真的，在給他們03年就是客家電視台成立那個時候，給他節目客家新路演，新路就是成立就那個階段啦，哇，就產生了一個這個大鬍子，然後長得跟鍾馗一樣的一個人，然後哇，一唱出來就是很有那種文學氣息的那種感覺，有冇？對，佢先生嘅聲音佢係非常嘅嘹亮，佢唱歌唔點樣用講錯唔錯，唔過我知道有些原住民嘅感覺。
哎呦，他的声音很有山海的感觉，你看赏仙有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不会做作的那个感觉。啊，佢嘅创作咩係，輕音質呢，佢要做在新樂園嘅時節，佢咩改編青島嘅，算係常用嘅爵士嘅歌誒，改編加入一些我們的唐詩啊嘛，對，爵士唐詩，青島嘅改編歌誒。啊，天條長都係佢嘅啲嘅一種合集度，吼，啊，從嘅乜嘅。奈何奈何改變那個度，啊後來其實出嚟一種叫做法書下嘅，一沙法書下，係我嘅百大專輯裡面呢，真的，但係金秋獎，它是華語百大專輯，沒錯，而且宇文老師很厲害，就是他除了他唱歌以外，他還會演戲，而且他還會畫畫。畫畫，對啊，他本來就是一個藝術，他爸爸就是一個很有名的畫家，他爸爸，對對。不過在歌唱方面、創作方面，他真的是一等一的一個好的一個藝術家，真的。來，我們聽這一位，也是我們這個前輩藝術家啊，嘉秀先生啊，我講華生哦，先生哈，我是有點壓力了哦，不過哦。那個先講，宇威哈，宇威在上個世紀我就認識他，差不多吧，差不多。他是大學城，對，他是大概是大學城裡面第一個用客家歌拿到冠軍的。他那麼早了？對，他是第9屆大學城的冠軍。哇，按奏哎，因為他唱客家歌、問卜歌嘛。那只有我一個客家人，所以我要每個人給他翻譯完。OK。他就拿到第1名的這樣。哇哦！而且講他那個時候就很棒了。所以講真的是這樣，就真的反正大家一聽就說哦，那就第1名給他了哈。他的表演方式就冇 Q 弄哦。因為華生的創咖，就華生也是很多人的偶像，學生很多嘛。我學生目前來講大概有快上千人。係啊！啊，華生創宇威嘅歌，那糖豆是有得冇 Q 弄啦，因為宇威唱歌很直。給出給他飆出來哈，然後整個的那個像，叮一出去不會就直接就出來了。那華生就比較收斂一點，然後有些比較修飾。不過那是一種詮釋方式嘛。那不得不我們一定要講說，哦，華生衝了國歌，是整個的技巧表演都非常好，但是就少了宇威的那一種。帥，還有很奇怪的那個文人的味道。對，帶鬍子來。對，所以這個沒有辦法，這因為唐國是當啥個感覺嘛。對。我對宇威從上個世紀認識到現在，所以我還是很堅持宇威唱的最好，這樣哈。什麼情商？但每一條國有詮釋方式，但是因為先入為主啊，我們大家聽到都是宇威老師的版本。沒講唱得好誒，唔好因為被氣憤，致敬的意味。對，我們這是致敬、懷念、敬仰我們的，多多學習。也謝謝你啊，謝謝羅，謝謝你啊，好，沙下來，陳凱水帶來南沙夢中人。哎，今日唔係客家人呢，哎呦，真厲害哦。Hello，哎呀，鬧熱打擂台會結緣哦，係國禮欣賞嘛。國禮欣賞啊，當初哦。見山水遊，看天邊流千萬理由，孤單的心秘密天橋，痴心天橋已嘅溫柔，難捨你嘅心，難捨你嘅心，夢中嘅迎風自由，濃濃一個人，有心依舊，心海茫茫都悠悠，堅信
缘分迄道不袂心千万理由，孤单的心秘密天晓，痴心偏巧你的温柔，难舍你的心，难舍你的情，梦中的明波自由。浓浓一个人，故事依旧，心海茫茫愈悠悠，艰辛比年流，无寸甘留，缘分迄道不袂心由。梦中的萤火自由，浓浓一个人，故事依旧，心海茫茫愈悠悠，艰辛为你流，梦自甘留，缘分迄道不袂。还有两头鱼，他好嘞哈。好了，他之前喉咙好像有点不舒服。对，真的喉咙真的要好好保养，因为每一个人每天的状况真的不一样。对呀，你好奇特哦，你的偶像怎么会是他？他年终哎哦，国宝级的哦，没黑啦，国宝级的。你他家给国宝，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学客家歌，虽不是学老师的歌，因为。我当时要比赛的时候，第一次比赛有一个大哥很好，他拿了一个合集给我，然后里面其实我第一首听到就是这首歌《南是梦中人》，但是因为大哥跟我说这首歌太难了，所以你不要写这首歌。可是我一直觉得它很好听，对，它非常好听。那后来等到我开始进入这个比赛之后，我才会回去听，对。然后当时其实有一听到这首歌就好听，我就开始学那个学老师唱歌，对，唱腔。让唐神剑参水调，就开始学。过去嘅雄风来咧，过去嘅雄风来咧。还有这种合音，他的歌真的是，他很有男子气概。据他个人说哈，他创作目前来讲已经快上千首歌了。哦，真的。对，快上千首。很厉害哦。啊，你看快上千首，至少我觉得有100首。是传唱的歌曲，嘿，没错。你节目家有演唱啊，家糖豆，很厉害耶，这很恐怖哎，这个在这个客家歌坛的贡献也是非常的恐怖的，非常前辈，吕航音乐的前辈，真的，对，所以我觉得非常喜欢他的一些。就是因为他歌有一些是传统的，对我们刚开始学和肉歌唱和肉歌人来学，是非常适合的。冲球没轻，它某违和感，对，就比如说就挑没黑，因为就是你就跟我一样嘛，我们其实走的路线是差不多的，对啊，你叫我去唱一些新的东西，现在时下年轻人可能会不适合我们的表现方式，因为有一个习惯的演唱模式了，对啊，我们的喉咙记忆模式在慢慢的
就是改变。对。不过你之前的那场节目比赛时间，它也改变很多。有啊，在欣赏一次有指头去，一次有去专门几个冲球，还有熬丝，真给认真。冲帅了啦，像你是非欣赏来交流一下。好，凯瑞，其实亚叔国的展艺老师，亚叔国外的歌型，刚好就你讲的，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你会发现他歌型跟你平常很像，所以你在驾驭它，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比较能够贴近，好，这是我觉得的观感啦。所以，但是我后来发现你这几次的比赛，后面的比赛，你开始尝试变化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的弹性变大了。所以不单止你去给他勾引，你自己可以习惯之外，你自己可以驾驭就手之外，然后其他的部分你也可以更多的发挥了。这是我对你。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好，非常棒的地方。不过，像要勾引，撞都中了也要勾引，因为它是你恰亲就手的，你反而要自己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狗齿，你可能要在里面找出层次的表现。我会发现，因为跳强松，有赏识可能超你想要做出层次感，反而就会忽略了。这个部分，在咬字上面，发音上面，你既然有比较准了，在咬字的完整性再多注意一点的话，你那个层次会更漂亮。好，再多注意一些歌词里面的含义，这个时候放进感情的时候，层次就跑出来了。好，加油！好，谢谢老师。非常谢谢你，哎，谢谢，可是继续加油。好，谢谢，加油，好，谢谢。哎，回家休息。好嘞，杀下来呢？杀落去零四年代落风落趴。好嘞，看啦。心关无问无法都天光，来个心情又强又欢喜，天也无算，云台一沙沙，天丝渐渐明了，天公你好。东高嘅路旁。
新年好，司令好，哎，各位欣赏好。哇，哎，石玲姐姐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啊，一样噶，真的好稳，不是。大粉丝都较看不安紧张，对，无压力。不过喊你爱唱好就一样，向偶像致敬嘛。对呀，没有凶。其实吼，俺老哎呀闹热打擂台会结缘吼，因为国礼欣赏啦。国礼欣赏的关系。当初吼，跟有一年因为台湾我主持，我去唱歌诶，不过我无头衔。别人心虚，讲张奎是去参加比赛。今年天年，我去参加投研，投研这样时候就想讲，我比赛都 YouTube 作动都记下，堂记下北数客家歌诶，个呢我就堂到一封路拍一堂就动有感触，我就想讲，跟我比赛我想要下谱。拓谱，我又唔識字啊，我就拜託伊咧，我嘅樂團嘅團長伊嚟去拓，結果伊轉來啷個講？嗰啲先生講佢冇寫譜哦，唔過，12年24號，人嘅元樓有客家天師團嘅歌唱節目選秀，一聽愛來，你讓你講，梗係心都做咩啊？嗬，可能係咪？嗰啲先生歌嘅冇凊彩本人唱，唔係正經講正經嘅，有時候是自家寫嘅歌，唔會聽會菜譜。啊，這樣時就想講，係咪佢唔啲藝實力都難，可能係咪冇自己唱嘅歌嘅，我就想好啦，啲藝就嚟現場唱俾他，結果譜還你冇拿到，不過呢就嚟到一片比賽，嗰時我就想講，你也嚟到也嘅，我哋大擂台上嚟有舞台，我就想講，係你要感謝。各地先生，當初係咪因為佢本來有隻訊息哈，安尼陰錯陽差，係真嘅，係就邊講都一片發揮，對，嗰時候我就想講，耶穌歌啊，就先本。郭丽先生，感觉好像郭丽老师已经不在了，还用天本我们的偶像还邓丽君，不过还是希望我们献给天上的人，不如献给我们在的人，我觉得他会更多的感动。对，郭丽老师在我们客家的歌曲贡献也是非常多。因为坤当到比赛从包括人家片，大七没有人给唱哈，青岛，对，嗰时候呢，我也把跟他看齐，所以我现在也创作。希望有一年呢，每有年的都台上唱爱歌哎！加油！有开始就对，加油！真的，来，我们请这位老师。向这位欣赏。司令姐姐真嘅冇强样嘅吼，可能都比赛多咧哈。呢首歌曲真嘅都唔好唱呢，因为有故事。呢首歌曲嘅音歌啊，有。你唱的地方，你动歌的地方，我就回想到你以前唱歌的時間，以前比賽的時間，你唱嘅歌你都強，冇馬咁唱，今比真嘅唱真好呢，因為你冇好唱哦，我真嘅唱喺呢練嚟唱，今比冇聽咗咧，一直啲歌人嘅地方哦維持得很好，我知道你按當然可能有練習、有唱、有表演，故所講今比啲咧舞台當背，你出到。盡量表現自家，不過有一件事情，佢比起所有嘅表演者喺邊度，人家講嘅頭個最冇強樣，你最有資格啲咧在舞台，那個律動再大一點，動作還太大嘅，啲舞台看起來可能更大氣一點，我知道黑暗而已，而且會加強藝術歌曲嘅律動，我知道會很好，是夢怡哦，交流表演。其實你睇到這種祈禱呀，就什麼啲藝動作。唔會，雙舞台就當做自家副卡就好咧。好，安志仔跟啊，謝謝欣賞。是，安志仔，走下，快坐車子哈。好寬呢，正經好寬。哎呦，有花錢，因禍得福，千幾年的供體啊，因為沥青倒下咯。啊，沥青，哎呦，我怕誰就剪退就錯嘞。哎哇！嚟到陳鳳珠，咁樣你企翻嘅人攞埋老牛兄之金，跟偶像致敬。按今日咩有唱到，也都曾經來按啲節目參加過比賽，也都優秀嘅歌手來到你現場，我哋同佢嘅偶像的致敬。朋友大家，你們好，非常歡迎你們。大傻都中，你看。
红橙黄绿蓝靛紫全部有嘞。哎呦，到啥都按奖啊，那 TPV 都人哋嘅節目準備都係咁樣。客家什麼？講緊用呢意，哇，演唔出來。哦，佢用呢意啊？係啊，你講我。等下我讓訪問下你。當然是沒某個真實的比賽，但是還沒有唱欣賞的，給他談一下，給他聽後的這個感想，他的分享，我們大家交流一下。嘿，李秋雅先生，曾明珠先生，羅英先生，好嘞，按照有唱 TVB 係范思雲帶來三個字。來。基本有獎哦，你喺結婚嘅時節做啊嘛？哦，係做媒人婆嘅時節，很忙嘅，血管很忙啦。哎呀，咩好都市啦，講到按獎嘅，按獎又會充公，按遊戲會摸呀呢？量啥好啦？我量啥好摸啦？正經係，我是採訪。是一號嚟，我量啥？哦，你有個偶像係乜嘢？爸爸媽媽。冇記得就冇愛你啊，所以說再怎麼樣，就是爸爸媽媽最重要，就是把他視為偶像做長輩。但是我聽說爸爸好像唔懂這些時間都發生一件動態事情。我
20几岁噶，25、26岁，佢都本嗰種課茶餐時啊。哎呀，對，真憂傷呢。跟樣是結婚嘛？慢結婚還是要自己時間。哦，佢糖度嘅小些是當然啦，當然一定的啦，因為他給義工課，那糖唔多，對，然後他又養牛，熊牛，對，熊牛誒，然後的虎口，虎口嗰邊，虎口跟有貨茶路嘛，然後他就。牽牛哥跟裡面一趟唔多，所以說他給火車弄到要賠就賠啦。哦，一牛誒要行要慢，吼，對啊，要冇糖。因為呢，那跟牛誒先行哦，然後記住本火茶餐都會時間跟肉全部綿綿，啊，我就那天聽到那個時候，啊，我就是去釀嗰種誒。釀嘅肉，哎呦，阿彌陀，對，這個對韓國嘅叫嘅，個叫咪去聽釀，佢學嘅叫嘅放熱就過得咧，哎呦，就唱下走，聽佢走嘅，佢帶佢叫嘅，心嘛，係，個叫嘅當怪超怪，就韓國嘅釀咪咁樣，對啊，哇，希望佢好好調台啦，調台呢啲當好嘅家庭啊，對，我希望講，你14年一定要對父母親一定要聽話，對，好明顯嘛，來，唐一下嘅李秋華先生嚟講吧，陳秋華先生，你家陣有兩尊仙佛，現在為求佛，佛下個兩尊就你佛下，你這個仙佛哈，如何比較重要哈？當然雖然咩衝嘅哈，好了以外，當然啦，咁樣冇偏分啦。唔過有幾隻所在行嘅腔樣，讓你小可，讓你建議一下，平板三個字有4幾8隻，你冇衝尤其你聽幾司機你啲調節唔少嘅關係，你就希望你能夠改進，注意下，你要是43431，我哋4幾8隻嘛，三個字平板就會啱嘛，就只有2隻嘛。注意，你挑食唔挑食不管你，但是你要記得，你實質是相關係，呢就比較重要哈。還有你高鹽嘅所生嘅本質建議嚇，你冇創按高鹽，因為你係有兩年紀嘅嘛，你從入面創出來就好了。所以你今日嚇本你在天天啦哈，今日你思源創得非常好，放天天啦，加油！安尼，感謝思源姐姐來哈分享兩個故事，要從後堂嘅國文來談，好，安子生，多謝謝謝，還有李邊再來哈，好，謝謝回座休息。好嘞，撒下來係用禮儀帶來開單歌。好嘞，躺下來。東岸開。
杨家小姐，杨家妹妹。哦，然后看有还有商家是个谁有啊？那饭商哎，对啊，饭商啊，哎，好看呢，正经好看呢。哎呦，有花钱有差。因祸得福，千几年的供体啊，因为沥青倒下来啊，沥青，哎呦，我怕水就剪退了就错嘞，沥青倒下来，淹到头那么，那只能剪。沥青唔係清熟嘛，你头那有用的吗？它是已经前几年的刚才就已经有了啦，可是它还没养在爬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嘛这样。帮我还睡午觉啊！哦，养到鬼，养到哎呦！正经因祸得福呢。可是有讲，我养见到他，我就觉得哦，唔会係唔關事，正經錢都是好講，好看啊！謝謝啦，謝謝。好，今日人哋充電，嘿，你分享眼有胸係嘛啥？因为我来参加闹热吼，忙是去本老师搞过，忙是去上课，我专门上课就是叫用 CD， 土法炼钢啊，看 YouTube 就出来了哈。4个月前，徐宗耀老师开课，哦，徐宗耀先生，哦，有一上课其实很爱去加个团长，很爱去请入去做加个团员，团长。哦，有一张合唱团就表演有时候什么功那种，哦，所以徐宗耀老师喺nhà嘅就教我第一首歌，是凯丹歌，凯丹歌哦，第一个上课有认真去上课的老师，哎呦，第一摆去给他发钱去上课的啦，唔是钱，哎呦，哎呦，除非唔是钱，真系偶像，有钱就没偶像，地本没动多穷啊，都要用来非客家人，去学的，去学很多非客家人，真的哈，跟总有先生学生应该没亲到，因为亲很善良吧？我记得非常善良哦，红白场，就很淳朴的一个人啊，对啊，他看你全部都那样，善良又淳朴，就像我一样。穷人，坦白俩发就不是假的啦，爱心，救命！眼冒爱心，救命！救命！民族欣赏，救命！交流一下，救命！啊，你如係親幸福是呗一個嗬，我哋善良嘅婦人家。雖然佢唔係講，雖然佢唔係你客家人，但是呢佢親有心，哦佢願意幫下神團來讓人學習啦，嗬，親難得。咁意思係表演添嘛，嗬，冇打分數，所以咧開淡歌，基本上你係愛唱開淡歌嘅話，嗬，佢氣勢係較強調嘅，冇按叫啦。吼，佢今日唱到10分叫你，佢那麼人咧讓唱下開一下強陽鏘鏘嚟啦，叫很拍手佬給開啦，係啊，吼，應該我哋原本咧開淡歌吼，音樂咩冇強樣，因為就變奏落去啊，所以會比較較冇彈，吼，所以要注意。哦，這個要去適應新的那個東西，讓我進步啦，哈，好，繼續努力，好，安志生，你做到較 lady， 使你一點，練那三副嘅，特批都冇強用，對呀，好看。你看基本有太似個歐諾多，有啊，係啊，要謝謝那同麗青，真的啊，偶爾還是要改變一下，我們謝謝麗青姐姐啊，不是那個麗青啊，那是麗青，好，謝謝，大家，好嚟沙來，喺吳建峰帶來平板，好嚟，同我啦。满头
哎呀金风镜哈，大家好。哎呀，干妈啦，干妈啦，干妈有对对对，顾仲，顾冲，顾冲，对啊，为什么金曲歌后好？对，我为什么叫她干妈？你这领蔡丽的干妈。哦，蔡丽的干妈，干妈你好。所以蔡丽被我叫干妈，腿都软了。大家都叫我干妈。有冇卡个猪肉从来唔是买过？干妈为什么？干妈。哦，金峰阿姐，他的偶像是曼。你偶像系曼啦？我个偶像系魏胜松老师。哎呦，魏胜仲先生。哎呦。我长家到客家种嘛，就起到了在线上看到啊，听那么拍拍也冇念么，也冇作酱，吼，不过吼，佢当未重新过，佢老当到嘅前辈啊，吼，常常强下学生过，啊，你都唔晓唱啊，吼，唱教佢啦，啊，佢啊当为教員，佢唔是托學生噶啦，啊，當然嗰比賽吼，你老是為佢看別個啦，佢也教，歌詞寫到唔好，佢又讓停笑一下，我當強啦，不藏私啊，哈，不藏私咩稱號啊，係啊，唔係講唔係自家學生就冇想去搞，錯，我當好笑係我聽。我看到佢啱會驚，會驚。天春啲比賽嗬，佢跳上韓國來，我看到佢啱實實繞路。為什麼？做乜繞路？看東京機啊！係哦，佢咁樣慢。唔係，佢唔係慢。那麼和藹可親。跟行啊冇落去學啊。就看到偶像一樣，會害羞，知道嗎？看到偶像要尖叫才對啊！沒有，有的人會害羞。他帶有嚴肅感。哦，很嚴肅，很嚴肅。不會咧，我覺得魏老師是蠻和藹可親的。對啊，有賞識他。啊，時代他也蠻風趣的。對啊，而且他我覺得熟了以後，熟了以後啦，我佢大擺看，佢硬係抗去比賽吼。吳奇峰演員就睇下，過來。應該小條吼，從唔辣曉，啊我嚇，從唔辣曉，有乜嘢曉咯？我有咩客家人啊？有乜曉？就喺我以上腳踩踩而學，好，我是以跳彈嚇。哎呦，佢講嘅事啊，我彈唔識，我冇背出門彈啊，我是跳走咧。哦，天然我要去天窗嘅比賽，哦叫講吳奇峰，你嘅你給我死過來！半夜十五，唱到5到尾，嚇，哎呦，慢人唱咯，好到5位嘅，後面哦硬着頭皮是個學生腳踩踩，彈唔是事嘅啦，啱啱是個潮州好朋友去學。3號時候咧敢唱歌啦，敢表演啦，所以我當感恩機啦，你對於念嘅啦，你知道你是可教之才，是，可能搞好愛資質動火，還可以這樣，有沒有痴心啊？走的，臭屁耶！沒有3兩3，不敢上梁山，所以佢哋很高愛敢落去學啦，錯啦，因為啦，所以我當感恩機，很熱天。那你要想跟他講什麼話？我祝福跟魏先生哈，身體健康18年，家庭幸福美滿，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做得嗎？做得。唱一下嘅錄音。先生。好，其實今杯乾媽唱嘅吼，原當講吼，就係我記得佢展開時陳老爺唱歌嘅時節吼，我印象當中係佢那麥克風數很為準。哎呦，對，很相信很會講起個咬字又重嘛，當見重。我未啲講當上才藝又高級嘅時節，很會。從學到人家，係因為對咧咬字很強啊，嗬，佢哋會係想按樣重嘛，按樣重，按樣好彈嘛，嗬，就出到咧下邊先，你做得嚟，你係舞台當個表現嗬，咁佢比從係平板講正經，讓你一開始比賽嘅感覺完全冇強弱，做得講係行雲流水，非常嘅好，係未唱到當自然啊，係啊，韓國挑戰 Andy 在後背嘅休息室聊天嘅時候講到嗬。其實佢哋講，我哋所入嘅欣賞啊，嗬，不管係入教過，然冇教過，都係佢哋崇尚過嘅人嘅偶像。不過我電到係準嚟講，其實嗬，
金凤姐妹做得很演你嘅偶像，因為佢係只演出面，對當金鐘和唱歌嘅時間咪。當場有講過，佢唱到當唔敢唱咧，唔可以唱好咧。而且到了下做得，佢喊有了係新傳師嘅證照咯，係，所以既然都係演你大家學習嘅對象，係，所以希望你。真的，安子姐，哎呦，都冇講唔啲啊，真的，勤逼，哎，真的，我的老師，請受小弟一拜啊，加油，安子姐，謝謝乾媽，回做休息哈，安子姐，哎呀，等下去演蟲，還沒喊到甜啊呢，懂貨，對，聽一下，真的，讚，殺下來呀 V， 殺來5曲蘭帶來杜馬跳，好嘞，彈啦。山歌演詩，兩個歌詞貼撇下來。個歌詞你自己寫？自己寫。佢哋歌詞幾厲害，你知嘛？唔單唱嘅自己寫聽聽嘅，你自己講人家歌詞有乜嘅？人家歌詞有8句歌詞，還有一隻是就係山歌天王車騎過。哇，長頭詩你哋會讀？哎呦！Jangan
柯南金，柯南金，你好，哎呀，你们一久冇见到诶，柯南金哈，几年冇来啊，这边大朋友啊呢，特别给包做抢到，有青岛嘅你很久冇来嘅老朋友啊，哎呀，做得到呢现场啊，不然他看下咧，哎呀，看有嘛个边用冇哈，有嘛边用嘛？还好，边用包用得清好，哎呀，有 ，Hello 嚟啦 ，Hello 哈，Hello，假年嘛，唔會咯，皮膚較脆嘅，喂，Hello 咧，唔會啦，偶像係咪？偶像，其實佢全部咩黑，全部都黑啊！秋霞老師係唱幾高啦，他其實秋霞老師哈演講啊，佢身體咩親講啦，身體，係撈到身體，演上嚟講，心地又善良，內外兼美。係啦，其實全部通用啦，講第三面，三面都黑，差他們都是一樣的。不過今天我是唱秋霞老師的歌，他唱很多這一首歌唱，我聽到很好聽，我就來唱。我學不到，哈，很難學哈，真的嘿。唔係幾冇按過。秋霞老師要學到他的精髓，那沒有辦法啦，哎呀，你至少要衝60年。哎呀，從細就開始衝啊，衝到爭要夾辦法夾嗰種精髓。從細衝又有天分，又有心。其實哈，曲蘭哈，幾年前的比賽時，嗰樣子是請佢出嚟，哈。叫做很多年冇嚟，咁咪唱呢一首歌曲嗬。當然大家要看面唱，你韻腳即係應該有好多藝要吹彈啦，要唱嚇。因為呢一首歌曲係屬於蝦妹就係廣戲團嚇，傳到2年啦嚇。呢一首歌曲嚇，好多歌係呢改編嘅嚇。你唱嘅韻腳前後啊，聽彈嘅時候係彈唔會多少緊張，嗰陣時表情係啱。當你聽一彈嘅時候，你是多少會變咯，不刺眼。安尼可能不用輕鬆嚟，講緊不用上，可能不用輕鬆，你說緊鬆緊自然啊。所以多聽一趟第3趟嘅時間，我就感覺到你緊鬆緊好哈。你下邊我相信，你製作單位係會簽咗啦，扎哈，按腔腳嘅來唱歌嘅哈。本二集睇鼓勵加油！好，安子識多謝，謝謝。偶像老人講嘅，老人群聽哦，有翻譯啦哈。有啦，講翻譯，係翻譯到全部哈，看唔到帥哥美女啊，帥唔睇啊，好正經，跟中的哦，帥哥美女，當翻譯見面都看唔到。反正以後個8年以後都做帥到帥唔得高傷嗬，又不受傷你嘛，係冇受傷有爭吵，所以包來係輪到我較好啦，好，安子識多謝，謝謝，好嘞，撒下來咧，撒下來啊！我做好事咧啦，向佢自己帶來平吧。是。你莫。
哎呦，杨克志，你好。哇，杨克志唱歌真的冇法讲。什么？3000年哈。这行云流水啊。哎呀，真的下模不一样呢。你像北到那去，都很在按甜嘛。真的啦。还有今天的主题偶像。偶像。这讲到偶像。杨克志的偶像是啥？偶像都李永祥先生，李永祥先生，以下冇才的。啊，其實我比較我睇怎樣講？睇把真嘅學生嗰度係屯記學，係屯老師學嘅嚇。啊，既然都我朋友。都同我工作嘅工作伙伴講，上級正要去衝山歌嘛，講因為今日都對台北下來，講我看老一道理台啊，講我唔曉得唱啊嘅時間，伊講我等來去啊，都。屯先生結緣啦嚇，結緣都他睇白堂係唱歌，都講咩嘢生嘢按好嚇，咪班係唱嘢都溜，溜都唱一本魏生雄先生，魏生雄先生，一級黑歌因為我咁樣唱一首係呢，先生我係睇白電台唱嘅天數。係，伊感覺我唱一首做的詮釋安樣好。永祥老師給我的啟蒙很大，對，影響力最大。係啊，就像107年給他比春那個田春義咧，比賽超級組，我3月初9比賽，老師3月初7拋下我們呢？周賢，對。啊，你有沒有做給他看？你去比的時候，比到樣板，比到冠軍，係嘛？正經，先生報比，係我平常哈，我比嘅4擺田春義哈，我每擺都會見準。初賽嘅我講奇怪，我又唔會準咯。可能李永祥先生準作定，做得冇個準咧，我唔相信。真嘅咧，我唱下咯，我要想，我又冇準咯。阿哥決賽的時候，我有一句吼，才是田邊去唱。係啊，才是蒙詞就唱咧。係，我講是冇名咧，哈一句嘛嘅。又衝出來咧！4演7個就衝出來咧。那個就是神來，神助。哎呀，正經，真的，我都想欣賞有來天數啊，有來看，有來天數。很好的機遇哈。如果現在都真的利用上欣賞，一定要面前的話，你們想我去講嘛個法？我講欣賞我永遠攏會反映也好，對我嘅栽培之恩，對，真的。現在我也跟家人、跟老師的家人、師娘啊，還有小孩，他們一家人都像一家人一樣。真的，哎，當好啊，真是。哎呀，嗰個精神出來，精神留在很多學生的這個，是真的。好，來，撒下來，唱個呢？民族欣賞。係。香曲子哈，雖然你係面濃嘅人，但是呢，這個漸來比賽了後，在咬字方面是有精進的哈。因為雖然唱了苦情調，但是呢，你的貼詞非常的到位。一般的人啊，如果貼詞總係從頭到尾是愛唱啦，演唱二唱安樣人哈。但是你貼到真好，真到位啦哈。他把從事了曲風的改變，沒真好。今日唱到非常的溫柔，謝謝。表示你用一出的精進，有進步，也非常的大志啊，唔可以講驕傲，拿到咁多嘅冠軍咧，但是對人係真有禮貌，係謙卑你，真好，繼續我加油，謝謝。對，你有技術，歌唱得好沒用，待人處事最重要，對不對？人品很重要，對。
好，好，安子生，谢谢大家哈，回头休息。好嘞，杀了呢，杀了嘿，干女儿，林彩丽带来落山歌。蔡琳哈，Hello，他也是北边啦，嘿，真的。
没，知道大概看到你好像长高一点。因为今天因为鞋子都在长高。对啊。我今天的这个偶像要跟谁致敬？偶像，当然是从小教我冲上过的车启贵先生。车启贵先生。车贵先生。车贵先生哈。我歌词贴撇下的。歌词你自己写？自己写的。伊俩歌词几厉害，你知吗？唔但唱个自己写听听的。你自己讲人家歌词有冇该？我歌词有8句歌词，头一则诗就是山高田望车启贵。哇，长头诗你不会读？哎呦，正经。我写2年。写2年。我比赛比按球吼，第一摆写歌词写按球。写认真啊，有点难。因为我写个长头诗无咁简单呐，还要特别好背个词。唱歌的要进步，写歌词没有进步。哦，真嘅。因为我从小听车启贵先生学，爱现大鼓唱山歌，我好多呀15年。15年前。你唱几多岁呢？我22岁。哦，7岁就开始学。过小就开始学嘞。幼稚园就开始学。台版，嘿，我嗰時就係三腳菜茶開始學嘅。哎呦，從7歲就開始做三腳菜茶。奇怪吼，用基本的先冇學，先學三腳菜茶。因為三腳菜茶，學三個一開始，幹嘛有神吞嘅掉？對，看難啦。學三腳菜茶就講法啊，講法，從小跳較簡單嘅，較簡單啦。感覺這個安尼進入我較對，讓我比較有興趣，將來學三個，我就會到三腳菜茶做題章又開始學三個，係啊，我樂器嘅就係到3年成章又開始學。我正經誒，我即將我大概有上時去會先的時間，咩咩讀到車啟貴先生做評審，佢咩會去呢？做 PA 你知嗎？佢咩去表演哦。音天數哦，做音控的嘛。你現在也是多才多藝啊，就天數老師啊，跟我以上佢會做評審，佢無限去控嘅對，係啊，就會請我去，我係冇，我就一定會空出時間啦。像伊家人用啊，係啊，我聽佢按叫嘅，我老阿爸就冇按錢。你係講出來。點做成車啟貴先生？車啟貴先生，喊他唱阿爸就出嚟。係啊，就從細佢喺表演，後佢就會帶我去，啊，就聽佢表演，啊，佢去做動啊，也係去南投雙康，係咪聽佢去啊？係啊，就多轉聽佢出去學山歌，啊，順便去撩。哎呦，佢咩傾向呢？真的。佢上嚟。佢種起咁模樣嘅呢？哦，有冇發現我老先生講？哎，真的。就請神夢先生，就是一出以來吼，對我就是咩就對我請用心，教我愛現大鼓啊，佢應該講佢當小媽愛，佢當小媽愛，就一開始張學嘅時間。當小媽接打。沒有啦，媽就唔會用會打，老師冇人就按用條線啦，冇啦，佢唔，係啊，就是相處。就是比較輕鬆啦，係啊，用愛心，我咩請神夢記，教我按多，接帶我出去表演啊，認識當地先生啊，也係前輩嘅對，係啊，我希望我自家以後咪做得像老師強樣，我會聽定佢腳步，更行更前面，係用就錯了，係啊，傳承就會樣，就會樣，對，好嘞，按你創題的唐羅英先生，大擺看到彩禮唱歌吼，越擺比越排喊下進步，喊基本堂佢講嘅吼，就會感覺佢真緊當幸福嘅好聲音。基本唱嚟你係羅山歌，當然歌詞唔是講啊，吼，我看到嘅先係促進一下當強哦，吼，細時節開始學到兩下時間寫歌詞，唔但唱寫到安好，還唱到安好，所以。我就當上嚟跟他邀歌，係咪未寫真嗌嘅係冇？我真冇。對，有點難的2個字。我相信才你做的。你覺得他可以啊？你動作的。好，不過哈，羅英英讚。係啊，係羅英英曉。不是啊，讚是高級，唔是高級嘅自家上。讚不能卡線上去，我做得醬就好。醬，羅英英醬。
所以希望彩丽继续努力，成为后上音改偶像，好是改对象，什么？先生，不止后上音，成为客家嘅所有人的偶像，传统小天后，希望啦，希望啊，加油啊！对呀，坚持下去一定有机会，好不好？好，谢谢安志生，好，准备当潮，哇哦，今日很好，做得差不多，真的按多优秀的歌手来分享，对佢哋嘅偶像来致敬，偶像嘅致敬，係啊，好，安尼當然安尼節目係你繼續做比賽嘅內容，好唱歌嘅朋友夾嚟報名打電話嚟，0966676傳真電話227778231，電台就打電話，我記得嚟報名啊，打電話嚟夾，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歡迎安尼，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啊，什麼先生辛苦咧，什麼各位好朋友，阿一百張磊你好，什麼小天老師，還有我們吹樂欣賞樂隊老師辛苦了，謝謝老師，還有李天聰嘅觀眾也辛苦咧，哈利買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